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较早，主日平安，真欢喜，会当搁伫线顶，甲咱三甲来礼拜。虽然疫情的关系，那真感谢主，咱教会兄弟大家拢平安求上帝继续带领，希望咱会当真紧经过这个疫情回到正常的实体礼拜。伫这个中间呼吁请兄弟互相关心，伫这个疫情的内面检采有咱的兄弟姊妹有心保病痛艰苦，也是受到这的工作业务打击的真济，咱拢伫主内，咱彼此来关心。伫要礼拜的大声，咱先来会前练诗。今日礼拜是要用新圣诗，邀请咱兄弟，甲咱的新圣诗圣经摕伫手边，咱准备要好势，咱会当准备来伫线顶来做礼拜。礼拜的大声，咱先请咱的圣歌队指挥燕龙老师带咱来会前练诗，请燕龙老师。各位兄弟姊妹、哥哥姐姐平安！伫聚会大新闻是来看今仔日的信息。今仔日有3条，搁第3条我拢真熟，所以我来第1条。安宁过过一礼拜，感谢上帝大人脉，咱人生命主保护，辛苦灵魂伊照顾，享受听叹日日亲，我乐感谢着真心。主恩典，我靠耶稣救下第2条，困求信心打工灵，帮咱心多比万心，甜蜜大行总掉地，就为传授主心意，帮咱带给马道理。信心可无交易，心里保用主生命，因抓紧人心来行。这是第1条，咱来看第2条。第2条嘛是新圣诗，413首，打已经黄昏。来唱第1段甲第2段就好。来第1段，大一
城市的顶下，提起咱手举基督真光，真多人孤单，啥人做慈悲，伫这有关怀基督真光。第二段。他已经黄昏路边流浪的，其实咱手起基督平安，有人受苦了，啥人做慈悲，伫这有关怀基督平安。好，今仔日的团练到这，我来唱个回情诗。主所早起是你的听我的声，早起是我们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引我们离你的心田，照亮你极大的仁慈，我心敬佩，心敬佩，我们伫你的心田敬拜你，我们伫你的心田敬拜你。这碟咱来开始，笃行教会2021年6月27主日台语线上礼拜，礼拜开始，请奏乐。恁无伫惊吓，因为我甲你三甲之地；无伫论的，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用圣诗。新圣诗431首，安然各过一礼拜，咱来吟全首。安然各过一礼拜，感谢上帝大仁爱。
咱命上主保护，谢古灵魂已照顾，用手听堂这情，哦罗教写着真心，那有国有主稳定，我靠耶稣救赦免。困求相信大降临，帮咱心都必翻心，大米大行从掉地，就为专修主圣人，帮咱带给我道理，更心辛苦莫要紧。生日保佑主生命，因带这人心来行。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咱做伙来启用新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12。新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12。我耐心听候上主，伊有暗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围中甲我牵起来。伊予我徛伫石盘顶，予我的骹步安稳。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这声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因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啥人会当甲你比？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要讲嘛讲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爱，烧化者甲赎罪者你嘛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这声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你的律法伫我心内。咱做伙来祈祷。慈悲怜悯的阿爸爸上帝，愿用学乐来到你的面前，愿要曲躬敬拜，用虔诚的祈祷来归应全能主上帝。我也要谦卑来认阮的罪，恳求主上帝赦免阮一切的过失、见笑、忧愁。我要通过阮的主耶稣基督以救赎的恩惠来赦免阮拢总的罪，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念头。阮反悔的心拢受主的接纳。主啊！慈悲的上帝啊，
台湾的疫情要咧继续，学校停课，礼拜暂停，侪人的生活受到影响。阮头前的路还雾无明，只有恳求主伫头前带路，恳求上帝施恩怜悯，互阮若无法度打败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就互阮会当甲伊做朋友，互阮的身躯有适当的抗体，会当甲这个病毒和平相处。伊无伤害阮的身躯，无致到死。科学家也有预言，这个肺炎的病毒将要永远留伫人类的身躯。主啊，天总是会光，阮会看见主上帝一步一步的引带，带领阮行出这个肺炎病毒攻击的黑暗。阮确信主耶和华有无限的慈爱，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阮的心啊，生思忧闷，生思烦躁，应当着仰望上帝，称颂伊，因为主的恩典教我远用。主上帝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恳求主，互阮伫疫情这段时间，检测有侪行业因受到严重的打击，业绩萎缩，收入减少，生活艰苦。求主帮赞扶持。我嘛特别为着遐个染着病过身因遮的遗族甲家属，求主亲自安慰因的心。主啊，阮的手若有能力，就着行好，行伫遮的需要的人。主啊，互阮去实践，信若无行就是死的。主啊，互阮赢过这个世间呢，就是阮的信心。但是阮的信心不足，求主加添；阮的信靠软弱，求主坚固。互阮会当一生行伫信心稳定的路，充满无虚假的信，有清气的心，无见效的良心。愿主施恩赐福，互阮伫信的人凡事拢为。愿你听阮的祈祷，因带阮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时时仰望，时时祈祷。安尼恳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小诗班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听永袂止息。
说，哦，一心的听，习惯的听，兄弟永远的听，天作主。恭读上帝的话，新约圣经雅各书第2章，咱要读14节到26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甚物利益？这号信为救伊吗？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然去，愿意穿烧食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互因。有甚物利益？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要有人讲，你有信，我有行，你无用行，就互我看你的信，我就对我的行，互你看我的信。你信上帝只有一个。这是好，遐个鬼也信来袅袅窜。风寒的人啊，无有行的信就是空空。你爱知吗？咱的祖阿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伫坛顶。兼毋是对所行来得到称作义吗？可见信甲伊的行边边进行，各信对行来得到完全，就应验圣经所讲，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甲伊算作义，伊个得到。称作上帝的朋友，对安尼看，人得到做义是对所行，毋是单单对神。长期拉合接纳使者，互因对别条路出，兼毋是由原对所行来得到称作义。因为亲像身躯，若无信就是死，信无行也是死。圣经读到这。现在，现在，现在，我先恳切来尊重，我先现在对你人讲，只想我的主。今日牧师要来正道，
伊的题目因信称义，甲因行为称义。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的爸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的话要成做阮生命的光，恳求主用你的话赏赐阮，互阮用清气的心来求近你。恳求圣神也赏赐活水的江河，互阮得到招庇的福音，也得到迄个真实无虚假的信。愿安尼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顶礼拜已经连续4礼拜讲到雅各书今仔日是第5讲5个题目。第一章咱真简单来复习者。第一章讲起到试炼中犹原有盼望，因为咱所信靠的是美好善良的上帝。第一章也讲起到圣经亲像一面镜，道理着听，更加爱去行。然后第二章，咱的 PPT 敢若无切换到，我这个不是我按了它没有效果，嘿，你可能滑鼠跑掉了，无。好，第二章咱讲到约束，咱就要约束家己的嘴，要管理家己的心。嘿，这个没有反应。安静。只有用听，才有法度去守全迄个律法。若无听，咱就没有。刚刚测试都可以哈，起码你的游标滑鼠是不是感应器跑掉？雅各书第2章讲约束咱的喙唇，要管理好管理家己的心。用听，好 ，OK 啊，才会当守全这个律法。今日咱要讲第2章的后半段，就是称义，被上帝看作义人，得到称义，甲主有合意的关系。这个到底是要靠信心，还是靠行为？今日内容淡薄运用到咱的神学吼。当时牧师爱咱唔免烦恼，就是讲神学是爱读神学院，爱摕到博士，甚至爱写册，才会当做神学家。其实神学的定义真简单，就是只要是关系到上帝的学问。这拢称作是神学，所以人人拢是一个神学家，因为你爱对你所相信的上帝有你家己的理解，有你家己的这个感受，有你家己的体会。所以你对上帝认捌有偌多？今日咱嘛要讨论到救恩、福音、因信称义，咱对着这个。信仰足基础嘛是非常要紧，关系到咱灵魂得救的道理，咱了解有偌深？咱是不是真正有得救的把握？所以信仰是真丰富，不是只有用头脑哦，不是只有用咱的理性，也佫包括着咱的意志、情感，以及咱的经验。因为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是无相像。虽然咱相信同一位上帝，但是咱所甲上帝交往的过程，每一人都是无相像。亲像牧师，我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和我囡仔、和我厝内的人、和牧师娘、和朋友的牧师公、牧师妈、牧师爸，
和社区、和我的同学、和我的朋友、和每一个会友的交往的迄个过程是无相像。所以你所明白的牧师，有可能甲别人所明白的牧师无共。应该讲是同一个人，但是咱的迄个经验过程是无相像，无可能一模一样。所以咱通讲，咱每一个人万民该祭司，也拢是一个神学家，因为咱甲上帝有一个真奇妙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因为这就是信仰特别，也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一个恩典。所以牧师今日所分享的，咱唔通摆脱，也是唔通掠做讲这是一个什么神学家才会当去讨论探讨的一个提问吼。颠倒咱每一个人要真做一个基督徒信上帝的人，你要提出你家己的神学，你要提出你对家己对上帝的体会了解，因为迄是别人无法度替你做的。但是我相信，照着今仔日的分享，咱一定会当有所得到。得救的条件是什么？请问咱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有人你身边的人还未信主，还未真做基督徒，伊甲你问讲你做基督徒真久啊？某咪兄、某咪姐，请问你甲我讲信耶稣就会当得救，迄个是什么意思？你有法度表达清楚无？咱就是在做，不断在做这个练习。牧师也是一直在做这个练习。我今日写这个上帝恩典加上人的相信，上帝愿意予咱人恩典，上帝也已经备办好恩典，甚至通讲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流宝血死，佮活，这就是已经最正的救恩。但是上帝真奇妙，上帝袂强迫你接受这个恩典。因为上帝有伊的真奇妙的一个主权，就好亲像恩典是一个礼物，咱有权利讲某物人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但是呢，我充分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你的决定，你会当接受这个恩典，我会足欢喜；你会当接受这个礼物，我会足欢喜。讲我所用心备办的礼物，得到你的接受看重。但是，做一个送礼物的人，嘛要有一个足悬的智慧，就是讲，如果对方无介意、无欢喜、无愿意接受，所以通讲这个自由意志是上帝尊重人一个上悬的表现。上帝看重人、尊重人到一个程度，讲我予恁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你会当选择接受这份恩典，这个救恩的礼物，但是你也有权利去拒绝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这个礼物，唔免靠咱去谈，但是咱爱做一个决定，讲我要得到，还是无爱得到。拒绝上帝恩典有足侪种的理由。真正有智慧的人，伊看重这个恩典。看出这个恩典是贵重的恩典，有迄个宝贝价值，而且伊看到讲其实我是一个袂堪得到恩典的，我本来是袂堪得到恩典的人，我本来是一个生命真误会、充满罪恶，我这个人的生命是足歹的。为什么上帝甘愿用伊的囝主耶稣？的生命来交换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也无迄个价值啊！无一个人的价值比上帝的囝耶稣遐悬。咱做老爸做老母就知影，咱无可能摕家己的囝去交换一个歹人的命。这个歹人要被判死刑，要这个枪杀、枪决，然后呢，咱讲唔甘伊死好，我用阮囝来甲伊兑换，咱做袂到。
但是出自上帝之爱怜悯，上帝竟然互咱不配的人、无资格的人、不应该得到无这个价值的人，但是上帝用伊的囝，无犯罪、无罪、无下属的主耶稣来牺牲。哦，所以这是上帝出的这个恩典，这个价值出的这个贵重的恩典，出自伊的怜悯甲慈爱。人爱去选择，我要得到，我要得到，我要得到这个。所以得救的条件，通讲是人的相信甲上帝恩典的这个两项的条件爱配合。相信什么呢？咱搁进一步来思考，相信什么？就是相信上帝为什么会安尼做？上帝也毋是戆大呆，也毋是烟头，摕耶稣遮尔宝贝的命换一个凊彩物件，就是代表上帝疼咱到一个程度。约翰福音3章30节，咱都有晓背。神爱世界，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伊的人无地狱灭亡，颠倒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咱来相信，就是讲上帝不是凊彩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咱的灵魂，上帝也疼，上帝疼你，你爱相信这点，你也爱去相信主耶稣，伊也是。甘愿为你牺牲性命，当然主耶稣是顺服天父上帝旨意，但是主耶稣嘛，若无听你，伊会死甲足唔情愿的，讲哇，我实在是足唔甘愿为这歹人来死。但是伊的伊伫十字架顶是充满着疼甲怜悯的心，讲如果我的牺牲会当换一个人，甚至。最人会救最人灵魂，因为伊愿意相信这个救恩。安尼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做成的，就迄个我想主耶稣伊就也是疼，出伫疼，互咱来得到救。今日这个题目讲，到底是靠安尼是安尼讲起来，咱得到救，咱得到称作伊是因为。信还是因为行为？真侪人对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甲这句话看了非常简单，讲信就好，就称义，所以承认就得救。确实有影，真要紧。相信得到称义，承认来得救。我进一步解说，这个心来相信，好亲像是两件代志，甲嘴来承认，好亲像是两件代志，其实是同一个代志。真正的信心就是你唔若心内有相信，因为心内相信你决志啊，但是你的意念只有你甲上帝知影。总是这个嘴的承认，其实对我个来看，也是一种的行动，就是。当我愿意徛伫圣殿，徛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来公开承认家己的信仰，来领受这个洗礼、救赎的恩典，这就是一种行动的表明，不是只有讲我信伫心内，所以信不是一种的感觉，我觉得我有相信，信嘛不是一种的想法，讲我想，我认为我有相信，是你真正伫心内，唔但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感动嘛，而且你愿意，甲主来祈祷，为着你的罪来悔改认罪，来伫众人面头前。宣告就是讲公开来宣告承认家己的信仰，承认我有罪，承认我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我要成做上帝的儿女，表明对打开始，对今仔日以后，我就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我就要成做
基督的学生，主的门徒。今日牧师犹原有3个信用的思考，也是反省吼。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伫咱身边有的人敢若有相信，伫教会嘛一段期间，但是伊无常常承认讲伊是基督徒，还是未接受这个洗礼。有真侪基督徒，拢承认家己是基督徒，但是伊心内好亲像并无迄个敬畏上帝的心，至高，嘴拢有讲，但是心所想、手所做，却无相像。我过去也有对一节圣经有真一个疑问，就是伫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咱现圣经是伫226面的所在。这句话讲安那？所亲爱兄弟，既然若有顺服，无论我有伫恁遐，还是无伫恁遐，恁就爱蹽蹽踹，行行蹽蹽踹，来做成恁得救的功夫。所以我看到这个时阵，我就是会感觉讲，好亲像会互人一个误会，是毋是爱靠家己去努力去拍拼，才会当互咱的这个得救来完成。这若是对伫行为主义、功德主义的人，因真爱用这句话，就讲你看上帝你有出力，你有出力，我嘛有出力呢，我嘛有做好事呢。我嘛有扶老太太过马路，我嘛有做功德，我嘛有关心遐个所以我的得救我嘛有淡薄仔功劳我嘛有一半的功劳上帝你出一半力，我嘛出一半所以得救行为主义的人、功德主义的人就讲得救都爱靠上帝，嘛爱靠家己较拍拼咧才会当趁到才会当摕到这个救恩所以因就真看袂起遐个生活无好、无见证的恁一定无出力但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上帝救恩，是已经上帝为咱做100%，十字架顶的救赎功劳已经拢是主耶稣完成啊！你无半线无半点的功劳。主耶稣对死过活，坟墓已经是空的，这也拢是上帝做的，毋是靠咱做的。尾啊，我伫即届准备上，我看到一个新普及译本翻译的圣经伊就翻了更较好势。我感觉伊翻了更较好势。伊安怎翻译咧？伊讲，讲一段圣经，伊翻译做：恁着爱努力。爱拍拼，但是毋是拍拼去做功德，然后呢，上帝就讲好，你做了袂歹，我要将这个救恩给你，你有够资格。毋是，伊是讲咱爱努力来显出，咱已经得到救，上帝已经听咱，已经为咱牺牲，但是咱出伫这个听回报上帝，报答上帝恩情，咱就爱显出迄个得救的成果。这甲行洗礼约翰所讲的是同款。行洗礼约翰伫约旦河边传洗礼悔改的洗礼，伊就讲爱结出果子，毋是结出果子才会当得救，是爱结出恁既然已经有悔改，恁就爱有好的行为来甲恁所悔改的心有符合相称啊，就是讲对呢，你有符合这个身份呢？你讲你要做一个上帝囝儿，然后你确实有行出这个信、这个听，这个是完全无同款的意思。毋是讲你先做好有资格来得救，是讲咱先得到救恩，然后咱有迄个气力来去做成上帝爱咱所做。伊这是13节啦，腓立比书2章13节，伊后来有讲。得救的成果是对倒位来？其实嘛，毋是恁的功劳，那毋是上帝会听甲恩典怜悯，恁哪有迄个听去有迄个信，有迄个得救的地位呢？所以毋通夸口，
上帝为着恁伫恁内底的运行，互恁意志能力来做出听上帝、听人的行为。所以伫遮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救恩恩典爱靠信心来摕，因为这是一个礼物。咱着心相信，嘴承认，悔改信主，信耶稣得到生命。然后呢，要紧的就是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的时阵，咱就开始靠着信心活出咱的内面有耶稣的迄个新生命。我这站真有意思伊讲，毋那是我伫恁遐的时阵，现在保罗甲腓立比讲，无论我有伫腓立比，还是无伫腓立比，拢无要紧，因为你内底如果有这个真实的信，你就会不管有人边有人在甲你监督讲你是基督徒袂使做歹代志你要常常讲，你心内常常拢带着这个深深的敬畏甲顺服，开始过这个基督徒生命的旅程。直到有一天咱行完这个人生的旅程，咱愈行就愈清楚。本来其实咱是唔知影，这是罗马书第8章讲。本来咱唔知影，咱到底有得救无得救。本来咱家己对得救无把握，但是伫遮讲到讲，当咱顺服上帝，不断顺服圣神伫咱内底会引带甲带领，渐渐，圣神家己。甲咱的心、甲咱的神三角干净，咱是上帝囝，这个囝愈来愈大汉，甲老爸愈来愈共，甲老爸愈来讲，真诶有影，这毋是偷生，这是确实是，确实是我的基因、我的 DNA 是共款。所以咱愈来愈这个生命愈来愈有见证，咱会感甲主、甲上帝愈来愈共，咱就会感觉迄个神。迄个得救愈来愈有把握，家己本来无把握，甚至家己毋知，因为这是上帝主权。讲到底，咱的得救无得救，毋是我有洗礼会籍伫倒行，还是牧师甲你挂保证，你领到证书，拢毋是。你家己的心爱甲上帝亲近的时阵，圣神会甲你三角干净，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咱的确是上帝所拣选、蒙恩疼惜的囝儿，无误确认越来越确认无误，甚至毋是只有得救，咱阁会当得胜，甲主做伙同受荣光，毋是亲像火火烧过拢无留半项柴草丢过，咱的生命仅仅得救而已，更加咱有迄个。生命的免流，经过试验以后，好，所以咱转来看雅各书第2章，才讲到，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无行，这个信敢是真正的信？我敢若用嘴讲我最有信心的，我最听上帝，我最有信，这个信敢会救？伊举一个例15节，就是讲有兄弟有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有欠缺。但是你敢若用嘴甲伊讲，安忍去穿祝福你穿好烧食好饱，你明明有物件通帮助伊，但是你无实际行动，这个疼敢真正是疼。当然，咱有时伫言语顶面，去倾听别人的心情，去开始感，这就是一种疼表现，无毋对。但是，竟然伫伊上需要的方面，你做会到，毋是做袂到，你家己拒绝，叫伊平平安安去。所以这是一个例，咱想者雅各书伫遮，雅各书要讲的讲，这个是疼，这个疼心如果无真正做出来，你敢若空嘴保持在讲，这个疼。是口头上的爱，没有实质的爱，算得上是爱吗？打一个问号。赶快，所以讲安尼，
哦，如果你无安尼去分析，你会感觉讲啊，到底是伊即马在讲疼，是在讲行为，还是在讲信心？毋是，伊是在讲疼心，若是无行出来，就无叫做疼心；信心嘛无行出来，嘛无叫做是信心。哦，迄个信是你家己感觉有信，哦，是即个意思。咱来看一个短短影片，好，多谢正也。甲我剪辑吼，这个影片本来较长，我甲伊剪做吼3-4分钟。这个影片就是咱顶礼拜讲有一个牧师假做是流浪汉。尾啊，我去查，真正有一间教会伫美国Chicago 吼，芝加哥一个牧师叫做 James McDonald。James McDonald 就是麦当劳吼，牧师叫麦当诺牧师。伊有一天，伊真正就去实验，讲我要了解我的会友兄弟姊妹是一个有疼心的教会啊无，所以伊就真正去扮做是流浪汉啊。伫因教会，因教会不止啊侪人吼，几千人的教会，吼啊，迄个过程，互伊有一块体会。伊想要了解讲到底，吼。伊一段时间，只要教会有聚会，无一定是礼拜，有人出入的时阵，伊就塞一个车，吼啊，顶悬放资源回收，伊加较足成的。看讲，遮的兄弟姊妹对伊身躯边行过的时阵，到底会互伊物件食，还是家己当作是空气？啊，甚至讲啊，这个垃圾莫伫教会伫遮大门口有碍观瞻，走。啊，真正多数的人有可能。忽略伊的存在，该当作空气 ，ignore 啦，吼，讲忽视。但是嘛，有侪侪人无共款的做法。咱来看这个影片。What if it's just an acquaintance of yours? And what if the problem's recurring? 好，这个坐伫涂骹，吼，塞一台车，摕一个睡袋，是咧，吼，啊伊毋是只有一工，几若工，啊，连续足侪时间。 How common is homelessness? 好，你看这个人经过啊。And how frequently is the homeless person someone 穿红格子 dear to us personally? 身上啊，你看伊 Never. 胸前有一个名牌，可能是今仔日的招待，也是教会同工，啊，但是看看敢若丢毒啦，我唔知要帮忙伊，还是无要帮忙伊。啊，这个实验结束了，无属于就讲 So I took a few moments a couple of weeks 就会 ago 中伊就 camped outside of a 穿 couple of 安 our 尼， campuses. 爬去台仔顶，然後燙衫。 I wanted to see how we were doing, you know, when it's hardest to love. Do you know that your Father in heaven is giving the same graces to the person that's hardest for you to love? He's giving it. He's giving. He doesn't play favorites. He's giving the grace to everyone. And if we're going to where it's not your favorite, where there's nothing in it for you, where it's not an upgrade to your portfolio of awesomeness. So how did our church do in the video? I'm going to tell you now. Awesome. 你讲 awesome 吼，就是足奇妙的。 I was crying inside that beard. 伊哭啦，流目屎感動。 I cannot believe the people. 喙鬚吼，用一個假的喙鬚吼後 The 邊 number 其 of 實 people that prayed with me and brought me food. Just watch 底下 and 偷偷流 see. 目屎，所以有發生啥物代志咧？哦，原來你看，這就拄只迄個人哦，迄個格子紅格子，有無？伊個招另外一個兄弟，甲伊傳小的咖啡，帶一包食物互伊。 各位祈禱，哦，冇該糟蹋講多謝上帝，和這個有需要的人來到阮的教會。 God, I just pray that you would just meet this man, and Father, that if it would be your will, that you would just have 伊是只有一個。 him come into our church, but that you would just know the love of Christ. I don't want you to be out here without 到 knowing 第 him, 二個、第 okay? 三個，甲伊分享 You're welcome to come inside. 水、 We'd love to have you. 食物， You can come in 問伊 if you want. 要入去無？哦，即個媽媽帶三個小朋友甲伊招好講啊，if you How you want， doing tonight?
若是你愿意吼，甲咱做伙入来内底好无？ Doing okay? Would you like to come in and have church with us and sit with us for church? 哦，欢迎你入来咱的教会。 Like, people me pray for you or 啊，当然这无需爱假做吼，假做流浪汉就无甲伊吼，就摇头还是讲不爱。 But I got some water for 有人灌即个矿泉水来， And something 惊 more 伊喙干 valuable. 无通啉。 It's the Word of God here. 哦，伊搁摕一个搁较有价值物件，伊讲 God bless you. 我互你一个搁较有价值物件，比钱，比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be praying 食 for 物 you, 件， sir? 伊摕一本福音的即个册，哦，Word of God， 上帝的话，讲这是搁较有价值物件要送，哦，啊嘛，足侪人来为伊祈祷， Thank you for this 讲为 beautiful 着即 day. 个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人 here. 的需要， I just pray that you be with him today. 哦，甲伊 Give him 同在 everything he needs. ，be with Provide for him. him， God, you are our provide provider. everything You he love needs us. You care for us. 供应伊一切所需要的，求上帝看过即个可怜，吼，家己一个人流浪汉啊，吼 ，homeless 就是无厝通转去的人。哦，所以看到即个，吼，伊尾来的结论就是讲 awesome， 吼，真奇妙。伊伫即个过程中间，伊去体会到。这个教会的听，毋是空嘴无舌，毋是干那甲伊讲的啊，讲啊，愿主赐福你平安哦，就打发他走吼。其实咱嘛做会到，我想咱嘛做会到。咱若是拄着有需要的人，咱是毋是会当互伊一个伊所需要的物件，简单的物件，甲伊祝福。咱身躯顶是毋是卖当放一寡福音的册，更新也好，福音小物，咱有迄个勇气去为伊祈祷无？讲，亲爱的主，你是伊的主，伊知影伊的需要，比阮搁较疼伊。特日的即个日用的饮食，赏赐互伊，供应伊，毋那是伊的肉体。佮供应伊心灵的欠缺，你是耶和华以勒生命的供应。哦，所以这个青人的教会，因就对伫这个流汗，不求回报，伊嘛无讲你爱来信耶稣，我就对你好哦。哦，无要求伊爱做啥物，就是付出，单单给予。无论伊尾啊生命情况是如何，有甲你说多些无，咱就是应该活出信的行动甲听，甲毋是。哦，所以这是这个牧师伊伫这个中间的体会，也毋望咱会当对这个中间有思考，咱的教会怎样对待这款弱势的百姓。然后最后我个讲两个例，阿伯拉罕甲拉合。时间的关系，我就用阿伯拉罕来讲，伊是怎样伊的信心甲行做行动是平平的进行，毋是只有讲我足信的，我足信的。如果你敢若讲我信上帝，我个甲你回答讲，你信了袂歹，魔鬼嘛信啊，但是魔鬼是袅袅出的信。代表你的信是讲，我知影有上帝，但是我无爱照伊的话去行，伊做伊的上帝，我做我的，我过我的人生。你走你的这个独木桥，我走我的这个黄冈道，是不是？他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知影有上帝啊，对啊，迄叫做知影，迄毋是对我个来讲，迄绝对毋是信。就是讲，咱知影有上帝，我阁愿意去顺服。降服，照伊的命令，甚至叫做效忠。我愿意跟对伊所吩咐，我愿意去行。这个信就是真的。所以我个讲阿伯拉罕通称作甚至是信心的老爸，也是上帝朋友，代表伊的信甲伊的行两个拢在进行，毋是只有信啊无行，啊是我靠行动，我拢无信，我靠家己要得救。拢毋是，所以最后咱来思考，这阿伯拉罕咱拢就熟。伊带着以撒去阿摩利山，上帝吩咐讲你着去。
真像较早上帝吩咐讲，你就离开你的老爸、你的本家本族，伊就顺探这个命令去。哦，这个去就是一个行动，就是信得过上帝。讲上帝，你既然安尼讲，我信得过你，我就安尼去做，我就顺服。好，伊就甲以撒上山，以撒伫半路中就问讲：爸爸。咱要去敬拜上帝，要献祭，茶火拢有啊，总是要献祭，爱羊羔啊，爱有一只羊伫倒位？哦，阿伯兰汉伊心肝头就插者讲，伊毋敢甲伊的囝讲，今日要献的就是你。第二张图我伫网络顶观测其实这张图。无真有表情啦，就阿伯拉罕就摕即个刀尾头，伊面就是敢若无啥无要无紧其实即个咱通知影老爸心一定是甘愿伊倒伫遐来代替伊的囝。但是既然上帝安尼讲，我就凭信心安尼做，检采上帝会对视过我。伊真正是下定决心讲好，我即个刀尾要来落去。即个时阵天使出现，甲伊讲啥物？慢车冻定我现在知影你是敬畏我的唔通对这个囡仔下手，一点不可伤害他啦。最近这句话嘛真趣味咱爸母在管教囡仔的时，有时爱想到这句话唔通下手伤重，甲这个囡仔怕他受伤，爱管教要适当，不可对这个童子下手。在这个时阵，上帝通过耶稣甲阿伯拉罕讲，现在如今，当我知影，这个信心经过考验了后，你是敬畏上帝，就分别出来啊。唔知影，我唔知影上帝伫阿伯兰之进前，伊是毋是有个呼调别个人，但结果伊失败，伊无。伊讲我即个囝我宝贝，我无爱献，唔知有安尼无？但是伫阿伯拉罕的心中，咱真正有看到，这也是雅各一直在强调的，行信心爱经过考验，考验了你就知影讲，其实阿伯拉罕伊嘛，如果上帝拢无甲伊讲，伊就安尼平平安安的过。伊就唔知影讲，原来伊有遐尼大的信心，甚至连我家己的囝，比我的性命搁较宝贝的这个宝贝囝，我会当来献给上帝。伊本来嘛唔知影，这个试验一个经过，阿伯拉罕伊家己嘛知影，无任何事赢过我对上帝的信心，甲上帝对我的保守甲疼。所以咱是毋是会当信得过上帝？上帝叫咱伫无真济收入的时，有缘奉献，有缘做工，有缘听主，有缘甲人分享。咱是毋是会当有这款无保留，还是有所保留？咱的信心有经过考验无？最后也要讲结论，到底称义是靠信心，还是靠行为？雅各讲。救恩已经为咱被万遍，无什么功劳通夸口，独稳定。这是咱解决中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所以嘛爱稳定，嘛爱有信心。嘛爱有上帝稳定。咱只有信心，但是上帝无找耶稣为咱死，搁我咱就咱的这个信心嘛无这个得到稳定。若无上帝陪伴圣神感动咱，圣经讲，若是无圣神感动，无人会当承认讲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咱愿意接受福音，其实嘛是上帝的稳定，敢毋是？咱毋通夸口讲我就有信心，我就有这个智慧，慧眼独到，我看到这个信心救恩的宝贝，所以我相信。那毋是上帝怜悯咱有可能也伫稳定的大门外口
哭哭说。最后信心一定会有带出真实信心，真实的信心的这个行为。这个嘛是稳定。咱有信了后，咱如果有所行做来荣耀上帝，咱也要感谢上帝，讲，互我这款的稳定，互我的生活渐渐在变化，互我的生命愈来愈无相像，我的人生真正对黑暗进入到光明，这犹原是稳定。所以拢是靠上帝稳定。最后这个小人讲就是讲，既然拢是稳定，白白得到，咱是不是要白白给人？除了感谢上帝，互阮有这个福分来甲上帝和好，甲上帝更好，因为信嘛照着上帝稳定，咱来得到称义。我也愿意来显出迄个得救的成果，就是真实、无虚伪、无虚假的信心甲疼心。这要继续伫这个雅各书，咱会到3章到5章也继续看到。雅各书最要紧的，就是讲上帝律法、上帝道理、福音，拢是要互咱得到自由、得到丰盛，要祝福咱的。毋是要管辖咱，只有咱常常思考，甲伊放伫咱的心内，用温柔的心领受，然后去实行，咱就要照着雅各书内底这要紧的道理，互咱的人生来得到福气。咱做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听阮的主。感谢圣神来住伫阮的心内，伫阮的心内做迄个好的工，佮将道理栽种伫阮心中的土地。恳求主你帮助阮，来带着敬畏佮顺服上帝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敬虔顺服，佮听主。有信心的生活，互阮有意向，也有得到困难，来做互上帝欢喜利益人的事，活出迄个真实无虚假的信心，互信甲阮的行是平平同进行。愿咱的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这帖来吟回应的新圣诗413首，但已经黄昏。咱吟全首。但已经黄昏，城市的灯火，提前难收，是街头真光，真多人苦叹，谁人做出边，伫这有关怀，基督真光。但已经黄昏，路边流浪的提前难收，去基督平安，有人受苦痛，谁人做出边，伫这有关怀，基督平安。已经黄昏，头顶的遮面，提前难收，去基督活命，真多人遥望，谁人做主宾，
家有关怀祈祷我命，大已经风云伫咱主会中，毋望咱失去基督朋友，有人要赐阮，啥人做慈悲，你才有欢迎基督朋友。下面咱来举行线顶的奉献，请咱甲咱的奉献准备等到这个疫情结束，咱教会恢复这个实体礼拜，咱才摕来教会奉献。咱也准备伫遮来奉献，来吟奉献的诗。只是愿靠你相等，减通白白受恩典。虽然报答极负担，我的甘乐愿所愿。阿门。报告的大声，咱来看今日这个主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对我来读两遍。通见神甲伊的行平平进行，各神对行来得到完全。雅各书2章22节，来，通见神甲伊的行平平进行。各神对行来得到完全，雅各书2章22節，通見神甲伊的行平平進行，各神對行來得到完全，雅各書2章22節。伫遮來教會消息的報告，因為全國的疫情繼續。這個3級的境界延到7月12，所以咱教會也配合這政府的步調，咱同款吼，咱的週間的聚會也是咱的主日禮拜，咱攏暫停。咱來看教會消息，第一，財務部的報告，咱的教會無接受為個人奉獻，請為個人奉獻的兄弟，你來辦公室，把你的奉獻摕回去吼。這伫遮愛來說明吼，咱教會你會當指名為着團契，為着主日學，為着聖歌隊，甚至你用為着教會的設備、事工來奉獻，但是你袂當為用個人啦。你若聽傳教者，你會當甲這個聽心吼，直接摕互傳教者就好，因為教會無法度，因為你為個人奉獻來開收據。這個收據因為是有這個報稅的關係，咱是開正式的這個財團法人的關係收據，所以你若為着個人奉獻吼，這咱無法度收吼，因為你無法度開收據吼，而且直接甲咱報告。過來，咱為着教會奉獻的時，請兄弟，咱一定甲伊的項目，金額、姓名寫好清楚，特別你的名吼，因為咱大家簽名攏簽真慣勢吼。有當時你寫真潦草的時陣吼，咱財務部的人吼，要查這個人名吼，那嘛有困難吼，所以咱盡量較正確的吼，寫好較清楚。第二，2021年的信徒通訊錄吼，咱已經製作完成啦吼，咱請咱兄弟用家庭做單位吼來領取。咱這無急迫性啦吼，咱用等到咱恢復禮拜了後，咱才來領嘛會使。你若要來辦公室摕，先敲一個電話聯絡一下吼。第三，
你有登记这个新眼光啊读经本的兄弟哦，啊伊这个7月到9月已经送来啊，哦啊，这请你来摕吼，会当帮助你逐日的灵修读圣经吼。第4甲第4这个今日阴暗7点到8点半吼，这伫线顶有这个邀请古伦神父吼，的一个教会服侍甲机构发展的灵性基础的一个聚会甲演讲啦吼。啊，咱若兄弟啊，欢迎伫厝的来收听。第5。7月初2到9月17吼，咱这有这个涌泉曙风团队举行这个线顶啊的一个课程啦吼。啊，你若有趣味，请甲咱的牧师来接洽吼。伊这题目是情感智慧甲自我成长的一个课程啦吼。这共款伫线顶来上课吼。咱若有兴趣的兄弟，请来当甲牧师来指教。啊，过来这个集体关怀甲代祷，咱请牧师来甲咱引带。好，咱周报地内也有一篇这个读这个书海读经班吼，来个这个心得吼，咱当来看嘛有奉献的部分，咱来做领袖。咱来看第5面，才有集体的关怀甲代祷。咱当然感谢主吼，连续这礼拜吼，搁再来也会有这个梅雨季吼，就是咱的主赏赐咱雨水互咱的水库会当解阮的喙焦，也收到这个疫苗咱真感动求主互阮台湾有这个过去咱种上喙安的这个疼心，咱即卖也会当对其他国家来得到这个疼咱用感恩的心来求主帮助咱，早时日也会当完成家己生产好有合格的这个疫苗。咱也为着足侪长辈伫这段期间渐渐拢有去注这个预防针咱求主保守因拢无有副作用拢会当有好的这个果效这个疫苗这个抵抗力这个拢会当发挥上好的这个保护力所以咱做伙来祈祷咱就无禁止，咱就请咱书记来为咱传，咱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主，阮要感谢你，阮要为着土地，为着台湾，为着世界来祈祷。这个病毒也阁有变做英国、巴西，甚至印度无共款。这个变异的这个品种，主啊，阮恳求你来怜悯受造界，互阮伫疫情的中，阮学着功课，阮学着生命的功课，阮知影尊重上帝，阮知影敬畏主，阮知影分享疼，阮知影疼厝边亲像家己。主啊，求你教示阮，也教导台湾。对领导者、对政府、对全百姓，阮有这款的得到，阮有这款学到这款的功课，来伫困难的时刻，看见着别人的需要，阮伫别人的需要顶面，也看见家己的责任。主啊，互阮来实行主你不变的主爱。主啊，恳求你来怜悯台湾，互阮真正是团结一致。共同来度过疫情的困境，求主你帮助阮，阮相信你是疼世间、赏赐智慧、无快受气的上帝。主你也将阮病痛疗养，也是伫福建年中接受疫苗注射的这兄弟，拢有主你的恩典特别照顾，互阮用着。信心来度过一切的困境，愿主你保守阮，互阮伫每一礼拜主日，愿用欢喜的心、感谢的心，甲主你三千军，无论伫阮的厝内，也是伫教会，
特别，阮要为着阮的服侍同工来感谢你，互阮做伙伫遮来团队的侍奉，来献上阮的心灵的敬拜，愿主你欢喜感纳，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来吟车恳祝福的诗歌，圣诗新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做伙起立来吟。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到保护。假使我仍然欠必是正，让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对做引带心的人，这是我人生必千望。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荣光遍照恁，愿主耶和华常常看顾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咱灭倒避讳，愿主的听恩典，引带咱行人生的道路，愿主赐福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咱今日主日线顶的礼拜到这结束。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只想日夜
心吹。